個療程點解結合咗傳統中醫嘅智慧？你以為3000年前嘅手勢係現今社會用唔着嘅？其實你真係有所不知，以前嘅智慧結合現代科技，簡直係拯救世界。點解我哋咁講？你有冇試過長期腰酸背痛、肩頸僵硬？明明去過唔少地方做按摩、針灸、物理治療，但痛症總係反反复复。呢個問題3000年前嘅中醫已經有解決方案，就係正骨術。中醫正骨並唔單止係拍骨咁簡單，而係針對筋骨錯位、關節失衡進行精準調節，骨正筋柔，氣血自流。只要筋骨回到正確位置，氣血循環順暢，痛症自然減少。3000年前嘅智慧結合現代科技，你嘅身體仲有冇得救？當然有。True Beauty 結合傳統中醫正骨技術，再配合現代復位療法，溫和調節關節位置，真正做到無痛無創，安全見效。如果你有長期痛症、關節錯位、身體歪斜等問題，快啲嚟 True Beauty 試下啦！